公司第几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总统支持罢免，国民党批评讲继续唔完结。团结国家第三讲，总统批评在野党手法威胁制造冲突。中华一对母仔囝去冤家，查某囝若像精神无稳定，举刀仔甲老母都市去互法院裁定羁押。6月30开始，赛车唔让害过路人死伤会加重处罚，害人轻伤上重罚3万，重伤罚3万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9公司大家台的暗新闻，我是陈真。新闻头起先来看24位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7月26要投票。双北市长拢去徛台支持党内立委。针对总统赖清德表态支持大罢免，蒋万安甲民进党骗上，讲因继续唔冤假啊，是上大的诈骗集团。消防看办市替党内立委徛台，新北市长侯友宜陪汪凤美到市场内拜托对抗罢免。不过，之前新北市选委会办理罢免代志时阵，讲到踊跃投票，和中山会三度拥有能力，强调必须维持三不中立。原来侯友宜是安尼讲的：公民参与踊跃投你新型的一票。我讲一摆哦，大家站出来，公民参与踊跃投新型的一票。离24位国民党立委罢免案投票日剩无到1个月，国民党双北的首长拢顶动起来，蒋万安也陪李干秀4个拜票。对着总统赖清德前一天讲，爱甲公民同行支持大罢免，伊强烈表达不满。一开始找各种理由跟借口，现在完全不演了，就完全是站出来在第一线，全力来推动大罢免。民进党就是最大的诈骗集团。国民党被起诉的这些违法造假，蒋万安说的不就是自家中国国民党吗？那国民党这边罢免团体三度被下野找民进党民意代表斗阵，要甲罢免新管到全面的选战。成立选团，民进党是利用拜六举行公益发财天农民活动，主席吴国昌呼吁民众7月26出来反对大罢免。过去承诺给台湾人民要推动的改革法案，最后竟然都是在野党，我们携手合作把它推动完成的。那至于大罢免，从头到尾本来就是民进党发动的。柯建铭已经讲得很露骨了，我想赖清德总统终于也不再扭捏作态。也若无伫这波7月26投票7个罢免案，最后完成补件2案，罢免国民党立委杨庆英加江启臣罢免团体，地告分别补送4755分加3955分的连书书到台中市选委会，拢比法定补件标准较悬。杨庆英本人表示尊重，江启臣是无正面的回应，只是强调要甲心力放伫对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团结国家10讲第3讲去新竹讨论宪政的体制。总统批评政到大是毋捌看过在野党过半立法院因通过修法法案，竟然互判违宪，而且是侵害政府的宪法职权。总统这句话呢，是随引起在野党的批评。总统赖清德团结国家10讲，29去新竹市发表第3讲，主题是宪政体制。赖总统讲起咱国宪法经过7届征修的过程，表示伊家己是总统，有责任依护宪法的5权分立。过来，这支南北立委过去1年伫立法院占过半席次，敢有通过对国民有帮助的法案，要是只是咧进行政治对立。我当过4届的立法委员，我没有看过立法院会通过一个法律，竟然被判决违宪，而且侵犯了那么多机关的宪法职权。台湾有史以来从来都没有。列出立法院通过7大争议修法，包含立法院职权刑事法，还有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财政收支划分法、宪法诉讼法、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警察人员人事条例，还有114年度总预算案。赖总统批评相关的法案造成朝野重大冲突，而且可能违反宪法，重新强调民主的精神，就是要用更较大的民主，直接用民权解决。2024年的青鸟行动，或者是2025年的大罢免行动，其实都是同样台湾社会珍贵的公民力量。这些力量没有一个政党有办法主导，
也没有一个政党有办法阻止。不过，赖总统讲的话又搁互在野碰。这些都是相当好的法案啊！总统认为警察人员不重要吗？总统认为地方自治不重要啊？以前有改革色彩的民进党不见了，民进党自己打嘴巴的同时，今天我们的总统竟然还污蔑立法院的改革。在野党呼吁讲，赖总统不应该化悲团结，煞继续分化台湾社会，这对调野的和睦是无帮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透早，高雄公山一间停业的工厂着火，内底囤真侪塑胶米，火是烧甲真猛，这乌烟嘛真高。附近的加油站是紧断电，暂停营业。那环保局要依照空气污染法和废弃物清理法来处分。大路边的铁皮工厂大火一直烧袂停，阁有真侪乌烟窜去天顶，几落公里以外拢会当看到。透早将近5点，高雄公山区永靖路一间停业的工厂全部着火，厂区内藏袂少废弃物，互附近的民众拢走出来关心。蛮大的，然后已经都是整个就是烧起来在冒黑烟了。消防队出动人车拍火，就惊火劲扩大，危险性增加。消防机器人嘛伫咧现场戒备，起火点对面无偌远的加油站，赶紧断电暂停营业。没有办法营业，而且是大力的受影响，而且现在完全都没电，我们没办法做生意。是回收一些塑胶的废料、杂物等等。好，那在5点35分我们火势控制，6点02分火势扑灭。大火的浓烟产生明显的污染物，环保局到现场监测，包括公山和桥头区 PM2.5浓度升高，环保局以违反空污法裁处。违反空污法32条规定，裁处10万到500万元罚锾；废塑胶露天储存未符合规范，违反废氢法36条规定，裁处6000到300万元罚锾。环保局调查嘛发现，现场存放的废塑胶料无符合规定，违反废氢法。而且这间工厂4年前就违反废氢法的记录，被裁处3件，罚18000块。公司新闻李小燕、柯建准高雄报道。中华丰原发生一桩人伦悲剧，一对母仔囝起冤家，这42岁查某囝拿枪架刀啊毒死67岁老母。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已经被护甲送病院啊。这个查某囝伫咧台中被逮捕，法院嘛裁定羁押。救护车赶紧到位，警方已经伫现场等。中华县丰原乡利益传出家庭的悲剧，42岁姓周的查某人，敢若精神状况无好，伫厝内底甲67岁老母冤家，涉嫌摇刀攻击。案发了后，家己对厝内行出来，互感士气翕落。伊阿姊等去厝发现老母已经规身躯拢是血，赶紧报案。救护人员到现场发现已经明显死亡。救护人员到场时，发现患者女性1名倒卧于2楼至1楼楼梯转角处。检伤时，发现患者颈部有一处伤口，明显死亡。案发前一天，厝边看到姓周的查某人冒面批伫路边，对着人一直喊叫。家属讲，1年外前原本伫台中生活，伊转来中华甲老母住，敢若定定讨钱食毒，精神无稳定。因为讲我听讲你传话啦，你讲上你食毒啦，啊上要叫检察官甲起诉判罪。四周查某人犯案了后，再往台中。迄天暗时11点，伫逢甲商区，互警方抓到。中华地检署讯问了后，连涉犯杀人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归案核准。死者确切死因也伫确认。讯问周姓被告后，认涉犯杀人嫌疑重大，当日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并随即采集检体送鉴定，以确认真实致死原因。因为他现在已经在警调的侦查阶段嘛，那我们大概会提供他们法律的咨询，不论他有注意他家人的一些状况，然后如果需要帮忙，我们会介入去协助他们这样子。中华县社会处讲，四周的查某人进前无家庭暴力通报记录，也无身心障碍证明，毋是高风险家庭，要求会提供家属法律咨询及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欧洲国家塞尔维亚有几若万人去首都响应示威，抗议贪污，要求执政12年的总统落台。因为这总统的支持者嘛，伫咧首都汇集反抗议，所以这两边的示威全演变做暴动，警方嘛逮捕几若人。
关键起了风波盾牌，示威民众激动家一直冲去头前塔这盾牌。欧洲国家塞尔维亚当地礼拜，首都贝尔格勒出现数万名的民众在街头游行，向用过去半年外反贪腐示威抗议。Ovde smo da svom snagom i silinom podržimo studente i sve ono što oni promovišu i sve ono za što se oni bore i da im pružimo neizmernu podršku, da im kažemo da smo uz njih svim srcem. Kako su studenti rekli, ovo nije sprint, ovo je maraton. Pametnim popušta. 这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是因为2024年11月，巴布夏市诺维萨德一个打咧维修的火车头厝顶熊熊放落来，造成16个人死亡，引发民众对政府长期外交的不满。过去半年外，学生甲教师界民众在各地学校发起封锁行动，而且在全国各地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毋望对案件做透明的调查。不过当局一直无回应，互抗议团体在5月开始诉求，继续总统武契奇12党的执政，提早举行国会大选。 Danas smo ovde da menjamo Srbiju. Da menjamo Srbiju i da konačno ovoj vlasti vidimo kraj. 为此，塞尔维亚警方在政府大楼、国会甲附近的公园周围部署数十名穿防暴装备的员警。另外，有武契奇的支持者嘛组织到首都做反抗议的活动。示威活动到暗时了后，开始出现紧频的冲突，加速暴动。部分激进的民众向警方弹汽油弹甲信号弹，警方使用催泪驾驶驱散民众，而且拘留真侪抗议民众。 因为武契奇的任期到2007年才结束，已经拒绝落台，而且各一摆强调在2026年年底之前未举行全国大选。国际新闻台是唐平友。来看美国将万 Q 对顶关税90天到7月初9到期。咱行政院副院长戴立军带团去美国第2届谈判。戴立军表示，这谈判有进展。有学者咧叫美国对顶关税可能会甲咱扣15%至25%。 美国对顶关税措施会90天放定期，会伫7月初9到期。各界关注台美谈判的进度。约拿行政院29宣布讲，兼咱国代表团团长的副院长郑丽君和经贸办总代表杨振年伫美东时间25会伫华府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进行2天的第2波实体参详。 会就真侪项经贸的议题渐渐达成共识。戴立军表示，双方拢认为谈判到达，得到建设性的进展，希望会当得到互利共赢的结果。 10%是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它有机会谈到10%，但是呢，我认为我们台湾至少是15%起跳，所以合理的范围应该是15%到25%之间。我们的谈判团队如果能够把关税谈到20%以下，那就应该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啦。 学者认为讲，原底台湾对顶关税的税率32%已经是上限，但是台湾对美国贸易顺差大的情形之下，落尾税率可能伫15%到25%。约拿5月咱方也捌表达过，若阵美国对台湾晶片扣关税，可能有断链的风险。美国的最后决策也引发关注。 The world of trade is changing. We're witnessing almost on a daily basis. 英国贸易政策部长艾里逊带团来台湾，和经济部处长江文玉共同主持第27届台英经贸对话，并且会见证双边签署提升贸易伙伴关系 ETP。这重点放伫投资、数位贸易，也有能源和净零碳排等3大领域的协议。 艾里逊也会甲总统赖清德会面，参观国家太空中心，并且甲台英企业界代表交流。英国事实上，它比如说在半导体方面，或者在一些关键矿物啦、离岸风电啦，很多产业，英国跟台湾基本上是互补，比竞争的成分要高一些啦。我最近才加入 CPTPP 嘛，也希望说英国能够帮助我们一把嘛，就是说至少能够成立一个工作小组，才能取得谈判的路程。其实台英经贸对话对1991年开始就相态举行，而且去年双边进出口贸易额收到台票3700亿，年成长率是7.7%。学者指出，继续交流是对深化台英经贸关系有帮助，对台湾加入 CPTPP 也有一寡好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因为美国的关税政策到今年6月中为止，国内有38间企业减班休困，已经超过1000人咧休无薪假。专家认为这款情形会愈来愈严重。7月要公布上新的统计，这数据应该嘛无啥理想。
受到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影响，90天的放零期会伫7月初9到期。虽然咱国政府代表积极甲美国谈判，不过对劳动部最近几个月以来发布减班休困的统计，对4月开始的数字慢慢显示出无薪假有渐渐增加的现象。劳工他不是在休假状态，他其实劳资双方都是一种被迫无奈，然后减少工作的一个无奈的状态。根据统计，到6月中旬为止，实施减班休困的企业有38间，人数接近1200人。工商界认为讲，亲像制造业、纺织业明显受到冲击，机械业也有厂商暂停出货，原因就是关税谈判的结果也未确定。汇率的冲击都已经侵蚀到产业的生存，造成全球商业行为受阻碍。汇率全部都要出口商吸收，进口商不会帮你分担，通路商也不会帮你分担，原料供应商也不会帮你，汇率都是出口商自己要去承担的。劳动部要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就要用最新的 CPI 的数据跟 GDP 的数据，那来作为明年要调整最低工资的调幅是多少的一个基础。劳团烦恼讲，企业无单谈接，劳工敢若会当休无薪假，认为讲，若是对美国谈判结果较明确，政府就应该甲劳资抑个学界做伙讨论相对应的对策。也认为7月初4，劳动部要举行上计工资的咨询会，未来9月审议会，要以谈判了后呈现的 CPI、GDP 来做审议的依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前一阵仔，台南为着要防止诈骗，就推动 ATM 领钱爱甲喙暗留落来。即阵调方银行嘛伫 ATM 引进 AI 技术，领钱的时阵，你若挂喙暗，戴安全帽啊，甲面往内，或者是咧讲电话，看起来怪怪，这 ATM 就会单警报。这查甫人正伫超商内底自动柜员机 ATM 一直领现金，过程中也一直换提款卡，也阁一直四界看，引起正伫休假的警察注意。通报线上的警网支援了后，成功来抓到这个诈骗的车手。为了防止自动柜员机 ATM 将做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调方银行立即开始把部分的 ATM 导入 AI 面部查起来辨识的技术。您未露出完整五官，请脱帽。要注意，即便你伫使用 ATM 出现挂喙暗，也是戴安全帽，加面查到系统就发出警示声音。另外，有哪听手机啊，哪操作 ATM， 也会触发这个警示声音响起。您正在使用手机，提醒您近期诈骗猖獗。旁边假如说很多人的话，一起看过来，确实就是蛮尴尬的。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遏止一些事情发生？我觉得这样还不错。根据警政署打击诈骗仪表榜显示，今年1月到5月诈骗受理案件超过7万件，损失金额总共大约400亿。除了调方银行甲 ATM 安全机制升级，5月中台南市府伫辖区的20个热门地点也加装喙暗 ATM 辨识系统。民众伫 ATM 领钱的时阵，必须暂时甲喙暗抑个安全帽摕落来，面部五官拢会看会到，若无会出现警示声音。试办1个月个已经看到成效。透过车手在 ATM 提领的次数和金额稍微有下降的状况，那后续呢来观察看看我们的一个示范的成果。在某几个这个车子容易取款的点里头，就可能人数没那么多 ATM 里头，才做这样的配置，比较有多因素的这种方式来做一个验证，我就会比较好一点。治安专家讲，银行导入 AI 面部查起来辨识技术，若真正出现犯罪行为，应当做影像证据提供。不过事先上好加做宣导沟通，避免民众因为挂喙暗这习惯而出现无方便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看，交通部公告6月30开始，针对驾驶唔让过路人害人死伤，要加重处罚。害人轻伤上重会罚3万，害人重伤会罚3万6。未来嘛修法有长吊扣驾照的年限，要甲过路人地角嘅歹名声洗掉。驶伫路上，头前明明是青灯，结果后一秒倒边煞雄雄撞出一位歹气包的学生囡仔，直接弄红灯行过马路，惊到驾驶赶紧打动。代志发生伫宜兰市区，日日下晡1点外，车主事后甲行车记录器抛去社群，也向警方检举，并且呼吁学校加强宣导。调阅路口监视器查证，是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在路口临停，让学童下车后，该学童不遵守号志，
违规闯越马路。警方已经通知涉嫌违规的车主到案说明，并且按照违反道交条例罚违规临时停车的车300块到600块，学生囡仔落红灯是通罚500块。不过，若准路口拄好无青红灯是要安怎？伫车时，台北内湖一位妇人人行伫斑马线，结果直接滑倒，我的车弄飞，互伊疼到无法度爬起来，加在送病院了后无性命危险。虽然事当时驾驶并无食酒赛车，不过也家己讲是干那注意正边的车，无注意到车头前的状况，警方也按照规定先按处理。回到事发的 T 字路口，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没有设置红绿灯，但其实都摆放了道路反射镜。不过路面上呢，也可以看到一个大大的亭子，要提醒用路人当心。但这已经不是这个路口第一次发生事故。7、8年前有被撞过，带的小朋友哈，我孙子啊，他过这个人行道的时候，有一部车从那边巷口出来，他左转，他只看右边没有车，他就转过来。等到看到我的时候，才紧急刹车，已经撞到了。为着避免行人地角的情形，交通部已经公告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的基准甲细节。对6月30日开始，驾驶因为无停无让行人，致使行人轻伤，会提升罚到18000到3万；若若致使重伤，会比照致死的案件，上悬是罚3万啦。未来也会修法提高吊扣驾照的年限。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继续关心交通安全，高中以下学生袂少人会骑铁马去读册，不过学生发生交通事故案件却愈来愈多。专家建议为校园开始来推动预备驾照，加强学生的交通安全知识。伫台湾，脚踏车是真普遍，有真侪民众甲脚踏车正做交通工具，也有袂少国小甲国中、高中的学生，因为大众运输无方便等等的原因，骑脚踏车去上课。不过以6都的学生做例，专家发现讲，学生骑脚踏车上课下课发生交通意外的数量是逐年增加。提出对校园开始推动亲像应有证的预备驾照。预备驾照就有点像我们小学生的荣誉卡，就代表你有接受过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基本的讲座也好，一个预习的动作，脚踏车常常会遇到的状况，让他做基本的操练。专家表示，包含日本已经有推行校园交通安全教育，对校园出发可能会使减少学生骑脚踏车意外发生。亲像桃园市府推动脚踏车安全教育，是领先全国。2009年开始，要求高中生若要骑脚踏车上课，要先通过考试。除了上6点钟的安全教育课程，考试范围包含课程内容，以笔试甲实地测验来进行，教学生基本的交通安全规定甲知识。就是要求小朋友要上了6个小时的交通的一些法规，或者是一些技巧，脚踏车的一些维修的技能，就是一个类似提醒的一个机制啦。或者是认为讲，打造学生囡仔骑脚踏车好的环境，改善设施真关键，尤其应该互脚踏车清楚的交通定位，甚至设计出系统化的专用道路，让使用者他很清楚，他骑自行车在一个城市中间会面对到什么东西。譬如，至少你在那个变的过程中间，你要让人家晓得，这骑在自行车专用道上面，下面没有自行车专用道的时候，他怎么办？针对这件代志，教育部回应讲，为着让交通安全的课程更加较全，已经研发高中以下学校的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模组。其中，高中以下学生注重学习基本的安全骑车行为，也有定看到风险。高中生是注重电动车、机车、汽车的课程模组，希望自细汉培养交通安全的意识，自我保护。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嘉义市甲合作木刀，才有超过6000间用茶器的厝。市府文化局最近是招民间团体来办课程，让学生囡仔透过观察兼家己动手做，来掌握在地文化，建立社区美感。老师带着学生囡仔透过观察的方式来看茶厝的结构甲工艺。嘉义市文化局头摆针对学生囡仔举办具学历行读的活动。希望借这个机会，让囡仔来认捌家己木刀的文化。咱第一摆尝试性来找这个小朋友来参加咱的活动，好伊对这个老屋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对于未来对老屋保存的观念，会当来为这个基础来建立起来。这个旧屋力就是有关认识一些木的建筑，那我也希望他借由这些活动，能够去对嘉义的木建筑能够有更多的认识。这摆活动伫嘉义旧家边的宿舍群，
课程包括小界查厝的建筑工艺，各规划手作的内容，来核实建筑的结构甲空间，互囡仔甲对查厝的观察，透过作品来呈现。在中间走读完之后，再过回来做后面的实际创作，也是说除了简报的引导之外，实际的参与的关于他们算是比较偏身体感受的记忆，也可以把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融在作品之中。希望他借由就是手接触，然后感受，然后自己的想法，能够有他自己的一套，就他们自己新生代的一个模式出来。嘉义市文化局表示，嘉义市内有超过6000间的茶厝，这是木头文化基础甲发展的目标。希望透过这届活动，互囡仔唔但入捌老茶厝，嘛对老茶厝有更较侪想象甲关注，继续来传承木刀的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再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华岛地区27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纪事报，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至拜五早起9点，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拜一到礼拜下晡3点。